中央社民户市25日综合外电报道，日本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是否迁至名护市边野古？冲绳县昨天举办公民投票，最终计票结果今天出炉，反对边野古沿岸地区填海造地新建美军基地的票数比例高达72%。法新社和共同社报道，冲绳县政府指出，这项公投的投票率大约52%，其中反对票比例约72%，434273票，赞成票比例约19，114933票，两者皆非的票数比例则逼近9，52682票。这项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公投于14日公告，冲绳县有资格投票的选民，截至13日，估计是1153591人。3个投票选项中，获得最多票数的选项若达到选民的1/4，约29万票，冲绳县知事必须尊重结果，并把公投结果通知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。如今公投反对票数确定超过选民的1/4，这代表冲绳县的民意反对在边野古填海造地建美军基地。冲绳县知事玉城康裕告诉记者：“我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我们民众的坚定民意，立即重新检视现行政策，且停止建设。”译者陈彦君，108-0225。